洪泰伫咧家己登陆也造成家己灾情，伫布袋呢有轿车载入去田里，一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，真有可能是这风雨伤过大才会造成意外。另外有民众翕到这救护车，互风扇一个弄到边仔条啊，才停落来，民众也拢惊一跳。汽车挡风玻璃拢破了，车顶拢变形去啊！就知影当时拢偌大力。在10天尾光1点左右，警方接到报案，讲布袋镇桂城里一个吊鞋场附近的田内有汽车冰在内底，造成1人死亡，2人受伤。摔到田里面去哦，知道里面有多少人吗？不清楚，反正就有叫人就对了。当时候的风是很大，雨很大吗？很大很大，你看这些风树都已经这样了，连根拔起了。警方到现场发现车内有4张的查甫人，甲伊的查某囝，总共3个人，其中58岁4张的查某人，伫咧车内已经无性命情形，送医不治。初步了解，张家父女3个人，敢若是为着要顺放伫咧吊鞋场附近的物件，敢若拄到强风大雨发生意外。经初步研判，因天候不佳，现场当时雨势及风势皆强，导致车辆失控翻覆，张女当场已无生命迹象，经送往嘉义长庚医院抢救后。乃宣告不治。台南市风台带来真大风雨，嘉义地区出现13级强风，真侪所在路树、看板也有铁片拢吹倒。所来这惊险的情形是发生伫病院的急诊室外口。救护车停伫病院急诊室时，雨强风吹甲一直西出去，弄到边仔条啊才停乱。民众讲实在捌看到救护车雨风强要吹走，大门也强要破去。强风大雨，那路树规丛板起来吹倒去，就连电火条啊也拢倒了。其中台17线省道有2支电火条啊断去，坏伫路的电线也拢落落来，造成交通中断，民众只好西路行。几啊10单，头一边拄着遮大啊，电条规个拢甲满落啊，几啊头你甲看。11点开始就拢无帮路，今要敲电话要联络，若要联络我拢无法度人联络啦。嘿啊，无啊就搭来底后要热是走了遮。西风台已经走啊，不过布袋有部分的所在无电通用，无法度通信。伊伫乡公所也向外界求助，真无水无电，真需要外界调度物资。中正大学学校门口雨倒去的树仔挡掉咧，无法度过。学校方面讲，因为人无够，已经申请公家资源协助复原。另外，嘉义市街路上也4个是乱糟糟，民生基础设施受创真严重。嘉义市长黄敏惠也请求国军调派电力甲其他来支援，也请台电赶紧复电，互民众生活赶紧恢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